嚟到2026年第31條，一個關於二進制嘅題目咧，咁我哋首先最右手邊呢個數字咧就係零次方數起噶，咁所以我哋就數翻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亦即係話以下呢個1咧就會係等同於呢個2嘅15次方，咁你如此類推，就再加2嘅13，再加2嘅11次方。以及咧就再加翻呢個就為2嘅3次方，加2嘅2次方，再加2嘅1次方啦。喺呢度咧，我哋就分翻兩部分，一部分咧數值上就會大啲，另外一邊咧就會係數值細啲啊。留意住2嘅3次方就即係8， 8加4再加2咧，其實就會等同於呢個14啊。咁所以我哋就可以先刪除咗呢個 option B 以及 option D。咁其實嚟到呢一度咧，如果同我嘅數感好嘅話，就已經可以圈到個答案就會係 A 㗎啦。點解咧？因為我哋會見得到，對於頭3個數值嚟講，其實我哋就會有個2嘅11次方可以抽到出嚟㗎。咁呢度我亦都寫得清楚啲。如果我哋抽咗呢個2嘅11次方出嚟，咁你剩低咧就會係呢個2嘅4次方、2嘅2次方以及呢個2嘅0次方啦。咁你後邊咧就同樣地都會係加翻橙色嘅部分，咁所以16加4再加1嘅話咧，就會係21，咁所以我哋會見得到咧，前部分就會係21再乘翻2嘅11次方，因此呢條答案咧就自然會等同於 A 啊。咁呢度亦都寫埋最後嗰步啦，咁所以就會21再乘2嘅11次方，再加翻後邊嘅呢一個部分㗎。